上港三亚白相第一站，丰都巨人。可惜上次三亚大败过后，1998年历史的丰都巨人已经依托了上港下头，变成公司真正的巨人。现在你看见的，只不过是原来辣海山浪向的一小部分。265G，他先把它给转起来，朋友们，再来一转。旁边树上有个微信二维码，扫码之后来这里把好运财运带走，大家说行不行？抢动力抢出新花样来着！觉得抓拍的好看，30块钱自己带走。把它上去，回来回去为止单个我张展片。一步一个看，谁动力谁出新感动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去开门的地方待着。既是人生的终点，还是人生的起点，而且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。所以讲，人生一世，讲究的侪是过程。有动力，你可以搞难想过的日脚；没动力，这还搞人搞压力过的日脚。但是你了哇，大觉着难为情。梦想台先走一步到天堂里向去的人，经常要立辣上头看看，为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亲眷朋友，单单辣海做点啥？哎哟，辛苦是真的辛苦的。副动力零展片，下几只队3产品。